如果你上網睇人評論過《海底2萬尺》呢本經典，10個有9個都會投訴同一樣嘢，就係話入邊嗰啲大段嘅海洋生物分類好似睇緊維基百科全書咁悶啊！但係作為我2026年睇完嘅第一本書，我竟然對呢啲所謂最悶嘅情節極度着迷。試幻想一下，有150年前人類連深海係點嘅都未知，呢啲極致詳盡嘅文字其實係當時讀者嘅頂級體驗。不過當我同書入面嘅主角阿隆納斯教授一樣，越睇越入迷，越睇越興奮嘅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好深寒嘅真相。呢啲令人着迷嘅深海奇觀，其實係尼莫船長用嚟鎖住教授嘅一個黃金牢籠。今日呢條片我哋唔會講19世紀嘅科技預言，亦都唔會講大戰巨型烏賊，我哋嚟分析一下點解一個頂尖嘅科學家會喺呢座海底天堂入面患上咗冇藥醫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寧願放棄自由都唔肯走。而隔住屏幕睇緊片嘅你哋，又係咪不知不覺間注入咗呢個籠入邊？我要先釐清一個事實，阿隆納斯教授其實係一個人質，尼莫船長救咗佢哋，但同時落咗一個死命令，就係你哋喺呢度可以享受一切，但你永遠都唔可以離開鸚鵡螺號。正常人聽到被判無期徒刑之後，第一個反應一定係反抗逃走，但係阿隆納斯教授冇。咁究竟點解呢？因為尼莫船長俾咗一個佢無法抗拒嘅黃金牢籠。船長知道教授係一個頂尖嘅生物學家，於是佢展現咗潛艇入面嗰個有12000本書嘅超級圖書館，仲有嗰塊可以睇盡深海奇觀嘅巨大玻璃窗。呢個時候就係大家覺得悶嘅海洋生物分類出場嘅時候啦。當時每當尼莫船長帶教授去睇一種從未被人發現過嘅稀有生物，教授嘅科學家狂熱就會蓋過咗佢對失去自由嘅恐懼。佢開始為船長辯護，甚至覺得如果代價係一世都出唔返去，但係換嚟解開海洋生物嘅秘密，咁都抵啦。呢個就係最典型亦都係最高級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教授愛上咗綁架佢嘅人所提供嘅價值。作者好聰明，佢安排咗另一個角色做強烈嘅對比，就係魚叉手尼德蘭。尼德蘭完全唔 care 嗰啲珊瑚有幾稀罕，啲烏賊點分類，佢只係一個好想食肉、好想飲啤酒、想腳踏實地咁呼吸自由空氣嘅普通人。喺教授眼中，尼德蘭係好粗俗嘅，但係讀者眼中，尼德蘭係全艘船入面唯一一個清醒嘅人。教授已經俾嗰堆華麗嘅海洋百科全書底咁馴化咗啦。睇到呢度，你可能會笑阿隆納斯教授傻，為咗嗰幾條魚就賣咗自己一生嘅自由。但係2026年嘅我哋又有咩資格笑佢？試諗下，我哋今日嘅社會其實咪又係一艘巨大嘅鸚鵡螺號。嗰啲令人沉迷嘅短影片、無限碌嘅社交媒體、演算法精準咁播出嚟嘅資訊，呢啲咪就係現代版嘅海洋生物分類。科技巨頭同演算法就係現代嘅尼莫船長，佢哋為咗我哋打造一個極度舒適嘅黃金牢籠，足不出戶就有外賣，有睇唔完嘅戲，有極致嘅便利。代價係咩？代價就係我哋嘅專注力，我哋同現實世界嘅真實連結，甚至我哋獨立思考嘅自由。我哋就好似阿隆納斯教授一樣，每日望住個熒幕，而教授就望住個玻璃窗，望住出面五光十色嘅
虛擬世界，覺得自己好似擁有咗全世界咁，但係其實我哋邊度都去唔到。150年前，作者寫低咗對深海嘅狂想，150年後，我哋全部都住咗入去預言入邊嗰個籠入邊。所以我想問下睇緊片嘅你覺得自己而家嘅狀態係沉醉喺研究海洋生物嘅阿隆納斯教授啊，定係時刻想打破玻璃窗逃離潛艇嘅魚叉手嚟得難呢？呢本書係我2026年讀完嘅第一本書《海底2萬里》。如果你對呢啲探討人性同自由嘅經典有興趣，強烈建議你喺圖書館借嚟睇下，慢慢咀嚼嗰啲被認為好悶嘅情節。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答案啦，你究竟係教授啊定係魚叉手？如果你中意呢個由現代視角解讀經典嘅系列，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我呢條片。我哋下本書再見，拜拜。